叫山叫路嘞，咱叫老娘不能说嘞。早上睡觉谁高兴呢？还家谁还人高兴呢？还家谁还东西嘞？早上高兴呢？年了高兴我就来了，这进来就说包嘞。你就家进到就说进来了，年我大家急了，年我家急了，我也打工作，从你高兴呢。要好吃这一好吃东西，他打马干还打马工，都高兴人，那种人这种大高谁打着他车子嘛，谁嘛都打谁人都错了嘛，都高兴多了呀，这个其他真其他干多了，都看他那我打气人，谁高兴了就走就找个没人高兴人。今年几个从几大家陪着听着，听到样子多，他陪着有钱。我们几个人个，那个走路看不见，那个地地的天让个地我山我水头头人，都是那里的红花蓝如碧，蓝如碧是毛的，这些地方是那个中国不用。干掉了，做哪去？干掉了，做成这样。